即马这高丽菜当咧大出，也毋过今年呢受到这天气的影响，高丽菜一粒是对40块落到剩1粒60块尔。这屏东市有农民是认为讲成本根本都袂合，所以规起一粒呢10块，开放互民众家己来买。也那其他的菜农是表示讲，望后个月这价销会当较好的。这个大概在20-30天就可以采收了，若要较大粒的，就是加等几工啊。看到规片大粒的高丽菜，正月日啊，就准备会当收啊。农民心情煞无介欢喜，因为今年气候烧热，地属高丽菜价一粒拢破到剩1-20块。屏东市有农民因为出人力收袂好，直接提供民众一粒10块家己来买，买了会使赶紧改种别项。毛菜贩啊，都讲因为即摆市场的菜足济。所以伊买落来要甲咱买菜，伊嘛惊讲安尼错的，是毋是伊会无够成本？所以讲这若伤俗，当然伊错工伊就袂好啊。高丽菜农民表示，因为前2年啊，秋天、冬天气温有明显变化，所以中部和南部的高丽菜是轮流出，就较袂影响到价销。而且天气一冷，民众食火锅、食姜母鸭人变济，高丽菜就会较好销。有可能是讲咱平地也种，咱中北部的山区也拢有。因为今年冷的时间还阁无介冷，嘛无够冷，所以产季冲突，导致于咱即摆即个市面上的高丽菜真济。去年的即个时阵价格算是稳定，但是今年价销算足歹，差了1倍至2倍以上。若是销路无好，就会有愈来愈侪高丽菜农民开放互民众熟买。农民表示，受到天气影响，嘛是真无奈，希望1个月后的高丽菜价销会使较稳定，互因过一个好年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